消化創傷的密碼。難道是這一日這經歷蠶食心境，潛伏在身體內還未搞清？數千天我狂哭失眠還手震，幾百種治療還未搞得清。浮沉在陰影內，這生命住了風景，祈求日出，心痛已明願聽命。到底搞錯什麼？哪一位能回應？得我一位做證。再過了數，不懂消化創傷的密碼。難道是這一日這經歷蠶食心境，潛伏在身體內還未搞清？數千天我狂哭失眠還手震，幾百種治療還未搞得清。浮沉在陰影內，這生命住了風景，祈求日出，心痛已明願聽命。到底搞錯什麼？哪一位能回應？得我一位做證。再過了數，不懂消化創傷的密碼。難道是這一日這經歷蠶食心境，潛伏在身體內還未搞清？數千天我狂哭失眠還手震，幾百種治療還未搞得清。浮沉在陰影內，這生命住了風景，祈求日出，心痛已明願聽命。到底搞錯什麼？哪一位能回應？得我一位做證。再過了數。